再来看屏东这个所在呢，即摆风台造成的农损上界严重的，就是金蕉啊。这农民表示讲，旧年三得利风台了呢，才拄甲种落尔，结果即摆搁互吹倒去，这损失是真惨重。农业处统计讲，这金蕉受损的范围是有151公顷，损失的金额超过1000万。行入金蕉园，互风台吹倒的，拢刮甲差不多啊。有的落枝啊看起来阁好好，就捡起来卖。农民表示，虽然有的金蕉看起来好势好势，但是互风吹过内底有影响到，唔知影。爱等到收成才看会到生了有水无。阮呢会使，咱就用来卖啊，袂使就脱角啊。即届嘛是足食力啦，嘛是该食啦。安怎讲？只是我会挂甲差不多啊，安尼啦。哦，你看因对面的嘛是拄仔要开始画嘛是拢当就无效啊。有的运气较好的农民已经收啊差不多，但是嘛讲即摆风台影响真大。根据屏东县政府农业处统计，到7月初7，屏东金蕉损害范围差不多有151公顷，损失的金额大约有1040万，主要集中伫高丘、内埔、万万甲盐埔。县府讲，风台过啊会开始协助处理农民申请补助。屏东的香蕉的话，大概有50%以上都受到灾害。这收的吼。拢是夏天，都去年山头鹅吼，伫个秋天的时候吼，它弄倒去，即摆如果它整理起来，旁边的溪呀，刚好满了大概10个月左右，结果又来这样的一个侵袭，它正当要采收的时候，又吹倒了。九如农会总干事姜泰文表示，有的农民旧年三得利过较顶种的，结果差不多要收成，佮拄着单仔死，实在真艰苦。伊嘛表示，受到单仔死风台这波影响的金蕉，价销差不多会伫1个月了后开始起价。目前的价销阁算稳定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